出爐世界視后佘詩曼，近年女王形象深入民心，但其實私底下亦都有小迷妹嘅一面。近日佢亮相好有葉念琛嘅網上節目，自爆原來是影后張曼玉為偶像，更罕有揭露曾經成功追星。阿佘坦言入行多年，一直未有機會同張曼玉見面或者係正式合作，但竟然曾經有隔空交流。事源4-5年前，阿佘同張曼玉嘅一位共同朋友拉線，將阿佘嘅心意轉達俾張曼玉。當時熱衷製作手工梘嘅張曼玉，即刻託人送上親手製作嘅手工梘同埋親筆卡片，令阿佘驚喜萬分。重提事件嗰陣，仍然難掩興奮高呼開心到爆。葉念琛隨即叫阿佘對鏡頭向偶像隔空講話，點知阿佘即時面紅，好怕醜咁用雙手遮面，笑話擔心如果問點解你演戲咁好呢類嘅問題會唔會顯得太低能。最終佢因為太緊張，未有完成表白，場面搞笑啊！